另外，这台南的跨年暗会呢，还未开始，现场就已经有一寡来咧占位的民众啊。市政府是暗算讲，这今年来的人数呢，有可能是比去年25万人还阁较济。不过呢，因为北部才拄发生这随机杀人的案件，这回台南市警方呢是增加1.7倍，特别模拟演练，为的是让民众会当安心来迎接新的一年。 大型舞台已经搭好，活动还未开始，现场已经有民众在占位，有人抓帮顶管车、卖刷叮当，有人跪去大布棚，甚至有人一透早专工落南，就是要抢好位参与介意的歌手，做伙伫台南跨年。那去年台南的活动省25万人来，市府按算今年的人会阁增加。不过最近北部发生随机杀人的案件，市府这回跨年禁止民众带大型的行李箱、踮压卡架、长腿来，专门提升维安规格。 要来抢前面的位置，这样子比较看得到喜欢的团这样。我也还是有，但是就是也还好，因为现在政府啊，什么警察也都做相关的措施。最近办活动现场都有准备很多的警力，所以其实还蛮安心的。还是会注意一下身边周遭的。 有没有异常的行为或异常的动作？为了实现应营以外，市府预告办大型维安实定演练，保警嫌犯伫现场等烟雾弹制作紧张，警方马上围过去，由特殊任务警察摕咸椒水甲电枪，甲人压掉咧，参救护伤患等应变能力演练。警方强调，今年跨年暗会维安警力平往年加1.7倍。除加强活动周边交通疏导外，针对会场实施征收与安全检查作业。 并增设远端监视设备属组，及时监控预防，成立分区指挥应变编组。我们执法人员也知道说，第一时间要如何因应，如何定位这个滋事者，如何能够以强力、优势的警力，能够马上把这个意外化解掉，然后让这个市民的安全能够得到确保。 北部乌白杀人的事件，到大民众也是心惊惊。大型活动既然无法度避免，主办单位就要规划完整安全配合，让各局处了解安怎应变。政府讲，跨年是一件欢喜的代志，大家嘛爱提宽警觉，希望大家会当安全参加，平安回去，共同迎接新的一档的开始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